收看《萌宠攻略》。看到可爱的小鱼，我忍不住想要高歌一曲。鱼儿鱼儿水中游，有没有感觉呢？心情非常的舒畅呢。没错，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不是想要看看大海呢，就是想要看看可爱的小鱼游来游去。所以很多人呢，想要在家里呢饲养一下，怎么样呢？可以拥有一个海底世界。海底世界很大啦，我想要一个小小的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咯。不过呢，想要拥有海底世界可是不容易的。今天邀请到了专家，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要拥有一个可爱的海底世界，我要怎么帮它打造呢？马上带你去找专家喽！充满神秘的海洋生物悠悠在眼前，闪耀着五彩颜色的海底世界，就像是万花筒一样，让人目不暇接。如此炫目的美景，就在伸手可及的距离内。没有错，这就是我们可以在家打造的海底世界。如何进入海底世界呢？跟着我来。我想要在家里拥有一个海底世界，所以我一定要找专家。我今天找的专家是阿如老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如。今天要一起来进入海底世界了。那如果我想要养鱼的话呢，进入这个所谓的海水缸，那我们有分成哪些种类啊？海水缸我们主要会依照玩家的需求，大概至上分为3个种类，一个就是 fish only 纯养鱼的缸，再来第2种就是珊瑚跟鱼混养的混养缸，再来就是比较高阶饲养的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硬骨缸。那这3个会有各种不同的困难度跟乐趣在。虾米啊，不是说海底世界吗？啊，不就是一缸养着鱼的水缸吗？还得分成3个种类。阿如说啊，这是因着海底生物的特性区分的，而且在这各领域当中，海水缸的主人们都称呼为玩家哦。海水缸玩家们的入门款是纯养缸，因为只有养鱼，周边器材相较简单。接下来才会是鱼和珊瑚的混养缸和养硬骨珊瑚的硬骨缸哦。所以这3个不同的特性里面啊，养鱼是最简单的咯，以器材来说。以需求器材来讲是比较单纯一点，那它有不同的难度。还是有难度，可是呢，就是相对起来，3个比较起来，它的难度稍稍的比较降低一点点。对。那你说第2个就是鱼跟珊瑚一起，那为什么也会很难啊？我看那个海底世界里面都有很多珊瑚啊，有很多鱼啊，那难在哪里啊？因为鱼跟珊瑚有一些相容性问题，我们要考虑。比如说有些鱼它就是本身在海里就吃珊瑚的，那有一些就是说相容性，说有些肉食性鱼会吃小鱼，那都是要避免的。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一缸的条件，我们要以珊瑚的生长需求为主。所以如果我要把鱼跟珊瑚养在一起，我还要先考虑珊瑚住的环境，然后鱼能不能跟珊瑚好好的住在一起。所以那个海洋的特性，我要把它整个搬到家里面来咯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是难在这个地方了。那如果我今天听起来比较简单的话，我应该入门的话，我应该先从养鱼开始学咯。养鱼的设备会比较少一点，单纯一点。基本上一个海水缸同等一个小小水世界，这其中的生态平衡就是由玩家负责的。玩家们当然得对海洋生态要有认识。阿如说，有些物种是不能够养在一起的哦，因为生物相容性的关系，可不能随便破坏，以免一个不小心，海水缸有可能就成了海底坟场。就像是小丑鱼可以和海葵共生，而不是放神仙鱼和海葵养在一起。为什么海葵可以跟小丑鱼在一起啊？然后其他鱼我看他们都不会接近海葵耶。真的是因为一个长久以来的自然演化机制，就是小丑鱼的身上它有一层黏膜，可以保护它不被海葵的刺丝包攻击。那其他鱼的话没有这个功能，所以它们靠近海葵的时候就会被它攻击。那小丑鱼就利用这个特性跟海葵做共生，它保护小丑鱼的生活。那小丑鱼有时候会捡食一些食物来喂养海葵。这是可以常见的共生现象。所以呢，他们2个呢是相辅相成的，它可以把海葵呢整理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呢，小丑鱼也可以在海葵里面找到安全的庇护，因为其他鱼就不会来攻击小丑鱼。所以还要注意所谓的这个共生的关系，所以不是说所有的鱼通通都可以养在一起。我们一般放在鱼缸里面的鱼，我们要考虑就是相容性的问题。像如果是混养缸，我们尽量避免的就是蝶鱼跟神仙，这2个在海里面就是会以珊瑚为食物。所以它会把我的海葵吃光光，我不能把那个蝶鱼跟我们的神仙鱼养在珊瑚旁边，对不对？对，珊瑚缸里面是不适合的。所以如果我要漂亮的蝶鱼或是神仙鱼的话，我只能把它放在纯养缸里面咯。
难怪刚刚阿如要先强调，海水缸分3种，想要把蓝色海洋搬回家，必须要知道这些相关知识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想要在家里打造海水缸，阿如先建议先从纯氧缸开始，因为从这里起步，可以开始探索养海水缸的基本知识哦。养鱼的话，我们基本上这需要一个鱼缸，然后像一些海水才会用的器材，就是例如蛋白机，它是利用泡泡的表面张力把水里的有机物打出来，那可以协助维护水质。哦，听起来不简单哎，听起来非常的难。我要什么蛋白机啊，然后把泡泡打掉。那如果我今天去海边啊，我去海边玩，我捞到了小鱼带回家，我可以直接就把它丢到鱼缸里面养吗？当然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基本的消化系统的设备来维持它的生存。那不是说一个小鱼缸可以完成的事情，还是需要找一些比较认识的人，然后去了解这方面的需求。原来养鱼真的不简单呢！我今天想要养一只可爱的小鱼的话呢，我还要把它的生活环境放在我的家里面，它才可以在我家好好的生存下去咯。好，那老板，我今天就要问了，我呢最近呢很喜欢小丑鱼，所以我想要养小丑鱼的话，建议说我先从小丑鱼开始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准备小丑鱼的话，我要准备哪些东西哦。OK， 小丑鱼如果单纯只养小丑鱼来讲，我们可以归类成 FO 缸，就是 fish only 的，就是只养纯养鱼的。对，纯养鱼的缸。那纯养鱼缸我们只要一个体积适当的水族箱就好了。那基本的过滤系统一定要。那至于灯光跟水温，不需要太讲究，那是珊瑚比较会需求的。珊瑚比较需求，了解。我知道，想要在家里拥有海底世界，一定要先了解海洋世界的生态。而且要有造物者的概念，因为这当中的细节很多。阿如说，如果纯养缸只养1种鱼，那问题不大。假设纯养缸要放入很多鱼种进入，一旦放鱼的顺序不对，都有可能让小鱼儿赔上一条性命哎。物种的相容性，有些是有地域性的鱼，那它占了地盘以后，你后进的鱼可能就是要挑选说体型稍微大一点的，哦，它就不会攻击它。就是比较。加起来它会比较有胜算，对，有胜算。哦，所以还是要考虑一下我们的鱼的个性，因为有的人呢就觉得我先进来了，所以这就是我家，然后呢你就要先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呢后面进来的鱼呢可能体型大一点，它过来它也没办法对它怎么样，所以要考虑一下，不然的话你全部丢在里面，你的第2天你就死一半了，有没有可能会这样啊？有可能。我辛辛苦苦养的鱼，第2天一半就不见了，所以没想到纯养缸你还是要有很多的小技巧，要注意放鱼的顺序。所以老板呢也会教大家怎么样放你的鱼哦。对，纯养缸就是比较常遇到的，就是除了鱼相容性的问题，再来就是鱼身上疾病的问题。那基本上就是要有些用药的观念。听阿如老板解说下来，其实都是在和我说明，玩家们都必须得要对海洋生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才能够把美丽的蓝色海洋放在家里。如果养鱼是入门款，那么常常被大家误认为是植物的珊瑚，其实是腔肠动物。对于水质、光照都有一定的需求，则是玩家们更高阶的挑战哦。各位观众，刚刚讲到最高阶硬骨缸，那到底高阶在哪里啊？珊瑚不就是几张彩丽呀？然后呢，也不会动，也不会游，它到底养它干什么？我都不晓得乐趣在哪里，怎么会是最高阶啊？一般我们为什么会把硬骨缸称为是高阶饲养玩家，就是才会玩的鱼缸？因为它需要控制的水质条件会比较多，然后还有水温、灯光都是非常讲究的。所以我们会需要满足这些需求，会用一些硬体设备来去控制它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硬体设备就是为了把它养好，就会花比较好一点点的设备在这些鱼缸的周边的上面。但是它又没有很好看，就是站在那里也不会跟你互动啊。至少鱼你喂它吃东西，它也会来咬一下。你要喂它吃东西，它也不理你啊。这你就错了。硬骨珊瑚我们玩家的乐趣就在于说，它是从小小一株可以观察到它成长，慢慢的成长的速度，然后还有它的颜色也会产生一些变化。因为灯光，因为你的营养盐，还有一些环境，每个人养起来可能会多少有点不一样。所以你的那个乐趣在于把它从小小的珊瑚养到这么大一颗，然后那种那个乐趣吗？对，养到它成长得非常漂亮，还有它的颜色也很出色，然后可以跟同好去做分享。五彩缤纷的鱼儿，再加上珊瑚所组成的海水缸，
光从画面上看来就很疗愈。对于非玩家来说，能静静地看着，活脱脱就像是围绕在这蓝色世界里。但对于玩家来说，这乐趣是来自研究养殖方式，维护自己创造的海底世界。这美丽的水世界背后，真的需要玩家们投入很大的心力做功课维护啊！养海水缸的难度这么高，我想应该难不倒我吧？请阿如教我开缸养鱼，拜托拜托，阿如老板了。不是要开缸吗？怎么我就蹲在这里了？要给我看什么啊，老板？我现在跟你介绍一下一个鱼缸基本的一些设备。那海水鱼啊，我们一般推荐是用底部过滤缸会比较方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观察到海水鱼很多的器材，它如果都放在上面的话，其实第一个不方便，然后也不美观。那底部过滤缸它有相对大的空间，可以承载一些它的滤材器材都放在下面。原来我们看到的美美海水缸下面就是一个水的循环系统，也就是海底世界的心脏核心。海水缸开缸先从选鱼缸开始，也就是看你家多大，可以摆上多大的鱼缸。接下来必要的器材有滤材、蛋白机、造浪机、冷水机。为何需要这么多啊？阿如老板说明，真的让我有点头昏呢。好，那我们水啊，这个缸是从这边下来，是。然后水是从这边经过第一层的白泥，那是物理的过滤，它可以带走一些。救命啊！我以为这个阶段不是要学布置海水缸吗？打造我的个人小小水世界，怎么会是来听阿如上课呢？从水循环了解开始，因为要养鱼之前，这些都是必备条件。不是养猫、养狗之类的毛宝贝，准备好饲料就可以把它们迎接进门，而是要懂得相关知识的。换个角度想想，如果没有这一缸循环过滤系统良好的海水缸，请问鱼可以存活吗？没想到养一个海水鱼有这么多的一些重点要讲究哎，那有不同的过滤，然后每个过滤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功能性哦。尤其是呢，你千万要记得，如果你没有这些设备的话，当然设备有大有小，要看你家里的一个环境来做一个评估。可是呢，如果你没有这些设备，你千万不要养海底生物哦，因为你把它捞上来之后，把它丢到鱼缸里面，你没有帮它过滤，它马上就水翘翘，非常可惜哦。人人都可以拥有海底世界，其实背后隐藏的学问太多了。阿如建议，真的不要像是《海底总动员》动画电影上映之后，一时兴起养海水缸的念头，导致在不够了解的状况下，花钱买了器材，又因了解不够，海水缸开缸不成反砸缸。就像他们玩家形容的，要养海水缸跳海之前，真的要三思。我们所看到的美丽境界的背后，都是玩家们的辛勤照顾。好，循环系统我大概了解了，就是这些下面的过滤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缸体的部分呢。好，我今天要开一个缸，那我这里面的那个鱼有什么放的顺序？刚刚也简单的也为我们介绍过了。按照水质怎么办？我放自来水就可以养了吗？一般我们刚开始开缸的话，水源像海水啊，有2个主要的来源，一个就是用海水素，海水素的话就是厂商调配好的等比的跟海水成分类似的元素，然后我们再来做调配，再加入自来水或 RO 水，就可以成为就是可以用的海水。那另外第2个来源就是天然海水，天然海水的话，有些人会拿水桶来提，或者是用水车，我们直接去那个饲主的家里面去做换水的动作。对。现在很方便哦，可以直接到水车到你家来服务啊。我家住5楼也可以服务吗？5楼可能就比较有点困难，就是提上去。它基本上要水管过得去的地方才可以。原来是这个样子哦。想要有画面上看到这蓝色海洋，水循环过滤系统准备好后，可以加入海水或是自己调海水。那往后每一段时间都得为海水缸加水换水，这一缸可不会自己换水哦。阿如强调的是，没有丑缸，只有勤劳的玩家。然后呢，开缸之后要先做水质检测，才能够确定让海底生物进驻哦。开缸完成以后，我们要做一些必要的水质检测，才能够说验证我们这个鱼缸到底可不可以开始加入生物进去了。
那几个重点，大部分就是以我们的氨的检测跟亚硝酸的检测为主。那这2个数据基本上都不能检出，我们才可以慢慢的加入生物。哦，不是说我今天摆好了这个海水，我就可以直接把我的鱼丢进去，所以它还要先检测完我才可以放鱼啦。对对对，没错。不管是海水鱼或是珊瑚，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。不要忘了，海洋生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体系，这当中要注意的眉眉角角是很多的。如果有玩家和你说，光养水就养了1个多月，这真的是有可能的。海水缸的细节实在太多了，这些应注意要注意的生态，听听阿如的建议哦。那除了放鱼之外，我有没有要放一些其他的生物啊？比如说，万一我长了海藻啊，或者是鱼大便的怎么办啊？哦，这个如果海藻的问题的话，我们有一些清洁性的功能生物，比如说像倒吊科的鱼，它基本上在海里就是吃海藻的，它可以协助维护我们的水族箱的清洁。然后还有一些虾子，像假绵羊虾，还有一些像我们常会放一些海胆，那都是藻质性的，它可以控制我们海藻的数量。所以我可以再养一些其他的生物，去把我的生态系维持得更好。因为嘛，它就是食物链的关系嘛，它吃不完的下面吃，然后呢，长在墙壁的有吃墙壁上面的藻类的鱼类或虾类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所以呢，我除了我的水循环一定要做好之外，记得哦，水质的检验也非常的重要，不可以贸然的就把你的鱼丢进去。然后你可以多养一些周边的功能性生物，会维持你的缸体的生态平衡喽。刚刚听完阿如老板的介绍，我真的觉得我的开缸文啊，真的可以写了一大本的笔记，太难了，好复杂哦！什么维持缸内的生态平衡啊，也没有办法在3-5分钟之内马上就呈现出来啊。我想啊，这些鱼友可以把我们的珊瑚还有可爱的热带鱼养得这么漂亮这么好，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哦。这个对我来讲太难了，应该喂鱼比较简单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问问看鱼友怎么样呢？喂食它们可以把它们养得头好壮壮喽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发现了大明星，你猜猜是谁？就是尼莫。但是呢，他又不一样，因为他晒黑了，准备要拍第2集了。哇，这个海水缸好漂亮哦！我想照顾起来一定有点麻烦吧？照顾它们呢，最重要就是让它们吃饭哦。到底要怎么样喂养它们呢？今天准备了，请了一个专家来到现场哦。哎，鸡皮，是，请问一下，这么漂亮的海水缸里面这么漂亮的生物，你怎么照顾它们啊？我平常都要喂一些比较特殊的饲料啊，饲料吗？对，我跟你讲到饲料，我今天有备而来耶。我昨天去公园啊喂鱼，特别留了这些，今天要来送给他们，来马上来喂一下。不行，不能用这种饲料，这种饲料你还是回去喂你的金鱼好了。啊？因为我们的饲料需要特殊的饲料要经过泡水，再加一些营养剂，它让鱼在里面会比较有。带到一些蛋白质之类的，它们比较会成长。我特别带来的鱼饲料完全不能分享给鸡皮养的鱼，实在太让人失望了。人类养的鱼不就是都吃饲料吗？啊！瞬间胶，哎，等一下，你从哪里拿出来的？瞬间胶。啊，为什么要用瞬间胶来喂鱼啊？这个太特别了吧？哦，没有，这不只是我用来分装的一个罐子而已。对，它有没有特殊的饲料？它的配方是我认为是比较其他厂牌里面最好的一个饲料。哦，所以马上来喂啊，那我马上开咯。啊，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喂了吗？不行，我们还要再泡水跟一些营养剂。等一下，你从哪出来？啊，你小叮当哦，你怎么拿的啦？还泡好了。对，所以要把这个饲料，然后再加上水，然后变成这样软软的。对，这样鱼吃了它的肠胃会比较舒服，因为我们泡饲料的原因是怕它的肠胃经过吸水之后它会膨胀。所以它进去之后，因为鱼不知道它的节制，所以它会一直吃，会变成它的肠胃可能会不好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要再捞出来再做治疗，会对我们来讲会比较麻烦，所以我们都会先泡水。虽然人工饲料很便利，不过为了鱼儿的肠胃着想，还是有注意事项。另外，鸡皮有说，毕竟是饲料，不能提供鱼儿所需的额外营养素，
所以还是要帮它们加料，补充维他命。你刚刚说，如果鱼啊，它会不知节制，一直吃，然后我们加了这个维生素、氨基酸，然后加了水之后，它会膨胀，然后鱼吃下去对它的肠胃比较好。对，会相对比较好一点，然后也会增强它的抗体。哦，对，原来鱼如果吃太多也会消化不良啊，它会便秘吗？会，鱼也会便秘，讲的，它会便秘哦。鱼也会便秘，鱼会便秘，对哦，所以要让鱼好壮壮，记得这个特殊的饲料要给它喂养，然后呢还要再加一些特殊的营养品，然后记得要泡水哦。对，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直接来喂了吗？对，这样就可以喂了。可以喂鱼吃饭啦。饲料准备好之后，就是慢慢的把饲料撒到缸里，然后呢，想当然尔，鱼儿就会过来追着饲料一口吞进去。看着它们吃饲料，不知道为什么有感觉被疗愈啊。但会不会有鱼不开口吃饲料呢？有啊，像我以前养的那种海金鱼，它们就不太爱吃这种饲料，它们比较喜欢吃一些浮游，像是康虾、红虫等等啊，所以会变成说我为了要让它们开口，我就要必须每天都要喂那些生饵。那如果这样子喂生饵的话，有没有造成整个我们的这个水族箱里面的生态不平衡啊？我会会变得比较复杂，而且我觉得我没办法去控制这么多东西，所以因为我们养这个都是为了让它漂亮，所以我为了取得平衡，所以我就会想说养一些比较好开口的鱼啊，像不好开口的，就买回来可能大概2周之内就应该会死掉。哦，对好可惜哦。对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养鱼的时候还要注意鱼的这个吃东西的一个特性，还是生物习性的考量？不是每种鱼都可以吃饲料加营养品过活。要养鱼之前，最好还是要做功课。另外呢，鸡皮的海水缸是混养缸，已经培养出食物链的生态组合哦。鸡皮，我发现啊，你这个缸里面啊有海葵啦，然后还有虾啊，还有海螺啊，各式各样的生物哎。那我们平常在喂食的时候有没有要注意的啊？我们要注意的是喂食，第一个不要过多，再来是第二个就是你喂的量，它够不够吃得饱，这大概就这2个。会不会过多？会不会吃得饱？对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它跟我们一样一天吃3餐吗？没有，它一天只有1餐。啊，因为我们养的是混养缸，所以它里面有许多小虫，然后鱼会去找里面的小虫吃，啊，有些鱼也会去吃上面附着的藻类。哦，我了解了，它这个就像一个生态一样啊，所以呢，我呢不要一次喂太多。我刚以为这一杯要把它喂完。没有，那没有要喂完，只要喂满满的1匙。它一天就吃这1匙，就这样1匙就好了。所以我刚刚还多喂了，就对了。对，哦，是这样子1匙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一天呢只要吃1次就好了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微生物的生态系啦。对，生态系让它去仿照大自然的样子，我们就是会养的比较轻松。鸡皮所养的纯养缸，每天给鱼吃的饲料都有掌控，要不然会污染水缸，容易暴藻。这样一来，美美的海水缸就不会这么的漂亮。所以这当中真的都是学问啊。如果我们喂过多的饲料，会造成你的那个藻数会长太快，然后再加上一些饲料没有消化完的，会变成一些污染源，让你的藻类会爆很多乱七八糟的藻，比如说红泥藻啦、鼻涕藻啦、那些毛毛藻等等，都会让你的海水缸看起来没有那么漂亮。可是如果海水缸里面长很多藻类，这样很好啊，鱼啊、虾啊、海螺都会吃啊。所以要看那藻类，都正常他们来讲，他们吃的藻都是偏绿藻，是健康的藻。是，像红泥藻啊，什么那些比较鼻涕藻那种，基本上生物都不太吃，因为那是比较有毒或者是不健康的藻，所以他们不吃。哦，所以如果没有好好照顾，一下子发懒喂太多，想说喂1次就好的话呢，它可能会让整个水族箱里面的这个生态系破坏，它就长得不漂亮。对。刚刚是让混养缸里的小鱼们吃饭，看他们吃着我给他们的饲料，这也实在太疗愈了吧。那小鱼们都吃饱了，也让海葵们用餐啦。可是鸡皮怎么给我一包红色药包？我又没生病发烧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红色药包，在想，帮我拿一下。好，好神秘哦，居然包得这么仔细。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软丝，我自己都是用软丝，但是大部分的玩家都是用一些溪虾或是
比较正常可以买得到的虾去喂食的海葵啊，我自己是用软饲，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安全。哎，我发现原来海葵要吃新鲜的食物哦。对，他们要吃新鲜的东西，所以你可以从市场买回来，就是要比较新鲜的那种市场买回来之后，就把它分装切好，然后就冰到冷冻，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解冻。所以这个是刚刚解冻完的喽。对，那是刚刚解冻完的。哇，海葵吃这么好，要吃新鲜的软丝。对对对，因为它不会动嘛，那我们要怎么喂啊？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到它的触须上，它就会直接包起来。它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对，它就直接吃了。对嘛，我就想说啊，如果我们给它吃饲料，它又抢不过鱼，它就定在那边也不会动啊。对，所以我们要特别帮我们的海葵呢来做一个定点喂食的动作。对，这样子海葵才会长大，色泽会比较漂亮。不过来的时间不对，吉比家的海葵是晚上才用餐，所以当下只能看看海葵的食物。我们来看鸡皮提供的喂养海葵画面哦。另外，鸡皮还有一缸纯养缸，全部都养海水鱼，也是吃饲料吗？我这边来讲，它没有珊瑚，所以它不是一个天然的系统，所以它只有消耗。我们所以靠的是只有消化菌的部分，所以有时候鱼会有一些肠胃上的问题跟细菌上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会靠一些设备啦、药物啦来看斟酌鱼的状况来去个别下药。我知道了，所以呢，如果是单纯的养鱼的纯养缸的话呢，我们的饲料上面可能上面就要多一点用心哦，因为它可能少了很多的维生素啊，对，还有微量元素等等。那它只能吃饲料吗？那还可以吃什么啊？还可以吃这个，这是海苔，天然的海苔。这个就是我们在吃寿司的那个海苔嘛。对。这个也可以喂哦。这个可以喂，因为这个是仿大自然里面，因为它就是以那个藻类去做的，所以其实鱼大部分都很爱吃这种海苔。哦，原来还可以喂海苔哦。那我们就把它折成这个样子吗？还放在口袋里就好了，就这样子可以喂它。对，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喂的时候要把它对折再对折，因为对折的部分是不让它那么大张的去扯咬，因为它如果太大吃进去的话，它可能会噎到，就有鱼因为这样子鱼就死掉了，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点。哦，天哪，我怎么觉得照顾鱼跟照顾小 baby 一样，怕它饿了，怕它冷了，然后呢？鱼饲料太大了，还怕它噎着了，所以要把它折得这么小哦。真的很用心照顾哎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喂喂看这个海苔喽。好，那直接夹上去好了吗？对，直接夹上去。纯养缸中的小鱼们吃的海苔，只要用夹子夹住，放下去后，即刻鱼儿们就会上演喂食秀，很像是我们在海洋馆中看到的表演一样，实在太有趣了。家有海底世界的感觉真的很棒啊！如此的美景，综合刚刚节目一路了解下来，养海水缸真的不简单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呢？看完《萌宠御膳房》之后，才知道原来喂鱼没有那么简单呢。海葵要吃什么，珊瑚要吃什么，还有鱼要吃什么，都要分开来养哦。而且呢，玩家们在养鱼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得到满满的资讯，你才可以知道开缸养鱼你要注意哪一些重点，才可以让你的鱼啊，还有你的珊瑚可以养得很好，得到呢疗愈系的快感哦。好开心哦！看到这样的场面，我都觉得我是小美人鱼了呢。你觉得呢？但是小美人鱼这么有爱心，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担心呢。像它们这么可爱，如果我生病了怎么办呢？哇，珊瑚科吗？还是热带鱼科呢？所以我今天要请专家来帮我解答这个问题喽。我今
今天可爱的鱼生病了，我好难过哦，我要带它去看珊瑚科还是热带鱼科呢？当然是热带鱼科啊。热带鱼科真的有这一科吗？没有开玩笑，你如果鱼生病的话，你要先观察是它到底是生了什么病，然后再对症下药。但如果说你是混养缸的话，当然不建议在那个软体缸里面下药，原因是因为珊瑚没办法承受任何的药剂，所以要招出来下药。所以可爱的海葵可能会因为我们不小心让它乱投药之后，它就GG了。没错。混养缸的鱼生病了，要隔离下药，主要是要保护珊瑚或者是海葵。老板还说，他们生病了要对症下药，我都不知道他们生病的样子是如何。举例来说，这些珊瑚、海葵怎么看得出来生病了呢？珊瑚来讲的话，它如果不开，或者是缩，或者是颜色变掉，就代表它生病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就要先去了解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它生病，是灯光呢、水质呢，还是它的元素出了差错？基本上呢，钙、镁、KH 那些都要做测试。如果稍微有不一样，有震动到，它就会收缩。你说钙、镁、KH，那我是在下药之前，我都要先拿很多试纸啊，然后测那个水质咯。对珊瑚来讲，假设鱼生病的话，老板说可以看它的体表，或是厌倦游动，还是有食欲不好的状况，和平常差很多，那就是很有可能生病了，要接受治疗了。不管是鱼还是珊瑚，都是给药治疗，治疗的药物剂量要以鱼水缸量来计算。老板提醒不要一时心急乱投药。最常见的新手犯的错误会有哪些？就是投药投太快。投药投太快，怎么说？就是加药加太快，那造成他的身体的不适就正了。所以我不能一次倒很多哦。那我要怎么算呢？比如说我这个一瓶药来好了，我知道今天老板说要用这个药，然后呢，可是我只有养一个珊瑚，然后或是一只海葵。那个海葵是用一只还是一朵一颗啊？就算一只啊，现在动物。一只海葵。不过你的投药的话，要以整体的水缸的量去算，不是以一朵珊瑚或一只鱼来看。它活在这个空间多大的水量，就是下多大的量的药剂。所以我今天如果说我的缸很大，然后我就让它有很好的空间，会养一只鱼跟一只海葵，我也要算这么大的一个水缸的这个水量来投药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我不能一次把它投完哦，所以要分批次投。譬如说，假设它设定是一天要5 ppm，那你可能要分着5个批次去下药，慢慢的投入到1 ppm 而已。对。然后就是慢慢一点一滴，不能整包药全部给它下去，因为呢，这个可能你的珊瑚不是它病死的，它是被你毒死的。还有哦，老板再三提醒，如果是混养缸的话，一定要把鱼隔离治疗，避免药物影响到珊瑚，因为珊瑚是很敏感的动物，药物影响水质的情况下，下一个生病的就是它了。老板说，只要把水质顾好，珊瑚本身有不可思议的自愈能力，就是一点点的震荡，对，珊瑚就不行了。对，它很敏感。海洋生病了，水生病了，就是那个水污染了啦。对，然后珊瑚就GG了。那珊瑚有没有自救的方法啊？有，如果说你水质把它顾得好的话，它本身就会有治愈的能力。所以大自然界其实生物都会自我治愈。没错。那它那个珊瑚怎么帮自己治病啊？它也不会讲话啊，我看它也没手啊，有的有手啦，有的没有手，那它怎么？因为水中的元素，它有一些元素可以提供它治愈的元素的来源，那它就会慢慢的恢复。但你的水中如果缺乏这些那个恢复的元素的话，那珊瑚就一直就挂了，就GG了。另外呢，听说有些品种的海葵会搬家自救，甚至会分裂制造分身，让自己获救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那如果它遇到这种生病的状况的话，它的自救除了移动之外，它还有没有别的比较特别的方式，让自己活得更好？会，它如果说这个环境不适应的话，它就会做分裂的动作，为了要求种，就是它应该是说。它就是分裂一颗变2颗，然后另外一颗它飘到它自己喜欢的地方，然后存活下来的话，它就会变成另外一朵新的。所以等一下，这样子我突然嗅到商机了。如果我今天想要培育新的海葵，我可以让它自己分裂完之后，我花1次钱就好了，我可能有2颗海葵哦。没错，因为现在有很多水族馆，它都
买1颗完整的回来，然后对切，然后就变成2颗，所以它就是2个的价钱。2个的价钱，然后你说它分裂完之后，它会变成另外一种新的物种？不是，就是同样的个体变成2个哦，然后呢，它就会找到它自己喜欢的地方。哦，原来海龟有这么有趣的特性，会一分为二，跟海星一样啊。对，海星就剪一个角就长一只新的。对啊。我知道了啦，原来呢这个治愈的能力，我们真的很聪明哎，这样秀一下我就觉得哦，原来还可以这样赚钱。不过千万不要自己乱买海葵，然后把它剪成2半哦，因为你不会照顾它，你反而因为你只要一剪它就死掉了，不可以哦。听完了珊瑚海葵的生物神奇本领之后，要去探视感染软圆虫病的一对小丑鱼，但是坏消息是，其中一只已经做鱼天使了。那现在另外一只小丑鱼情况如何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找到了苦主子乔，你的鱼生病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先看一下，啊，怎么没有鱼？现在只有一只虾在里面哎。哦，因为已经捞到它的检疫缸里面去了。我们现在鱼生病啦，我们也不能把它打包去拎给医生看。我知道呢，你们都会到网络上面啊，还是问你的好朋友啊，然后或者是一些水族馆等等。但是我们在网络上 Google 的时候，我怎么知道，我的网络上找到的资讯是正确的，或者是我的鱼友们告诉我的资料是正确的？那怎么做判断啊？除了跟水族馆老板讨论之外，然后就是会有一个网站，它是 pH 8.4，然后我们大家会在上面查资料。那现在最主要是我有一个赖群，就是里面都是所有的鱼友。那碰到任何的鱼病啊，或者是鱼质的问题，我们都会在里面讨论。那你们如果遇到了鱼疑似生病，或是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，你们该怎么办啊？就是捞起来，然后放到检疫缸，然后做下那个童药啊，或者是一些针对它症状的一些疾病的药物去做治疗，这样子。子乔让小丑鱼借住在海马的家做治疗中，至于小丑鱼的家，则是利用生物特性进行大扫除，3个月的时间消灭害虫。听说你这一只鱼好像还是白点病的再升级，叫做软圆虫啊，软圆虫，所以它就是比白点病更难更难抑制，然后严重的话，大概3天内鱼就会全部死光光这样子。全部居耶，怎么会这样？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已经空无一人的房间哦，只剩下了一只虾子独守空闺。那我们这一缸怎么办？如果它生病了，那我们这一缸水是整个都换掉吗？现在能做的处置大概就是净缸啊，就是让它3个月在没有鱼质的状况下，让软圆虫自己它的生命周期结束之后，然后才可以继续放鱼这样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所以呢，各位玩家们，如果你们家的鱼生病了，麻烦移到它独立的套房里面。那原本的房间呢，就要给它净空3个月，让那个病菌自己饿死哦，然后呢，才有办法让你的鱼呢再回归原本的这个温暖的舒适的家。那现在赶快来探视生病疗养中的小丑鱼，它染上的软圆虫病是常见鱼类容易感染的疾病白点病的一种，真的是玩家们的噩梦。稍微不注意，小鱼们就会说再见了。你刚刚不是说我们要隔离吗？但是我看这里面住了3只海马，那海马没有关系吗？它可以跟我们的3只生病的鱼住在一起？因为最主要是下童药啊，那它的剂量其实基本上每种鱼都是可以承受的。那它最主要就是杀软圆虫用的，它可以阻隔，就是防止海马也被感染这样子，童药的效果。对，所以最主要是用这一罐。对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一罐也是杀体内外虫，所以它也是可以就是固定时间，就是可以用来保健用的这样子。对，防止它，比如说，你觉得鱼有一点点异样了，就可以下药，然后防止它病情恶化这样子。我想要了解一下，比如说啊，我们刚刚原本的无敌海景套房，如果你在发现它好像有一点点的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了吗？还是一定要移到检疫缸的时候才可以下药？要移到检疫缸的时候才可以下药。对，原来是这样。因为里面有养珊瑚，珊瑚的话，珊瑚就不会有这个。对药啊，就是药品都会有很强烈的反应，很强烈的不会用。对，所以不可以用在珊瑚缸。
哦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是纯氧缸的话，你就可以发现它有异样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直接来做使用。可是如果你有养其他的生物，珊瑚啦、海葵啊，然后等等其他的生物的话，那我们还是把它移出来比较安全啦。所以海马的耐受度其实是比较高的。对，可以这么说，就是它是跟其他鱼类是一样的，就是对同样的耐受度其实是 OK 的。和海水缸相关的疾病问题，目前没有专科医师，玩家们通常会透过网络问诊，或是玩家互相咨询的方式求解。如果对于海水缸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建议要找一位跳海资历深的玩家当成专业咨询，相信对于饲养或是照顾病鱼的方式会很有帮助。五花八门的海底世界真的好漂亮哦！那这些玩家们为什么会跳海呢？今天马上呢要来采访一位玩家，因为呢他听说也跳海很多年了。我们欢迎 Duncan。嗨，大家好。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跳海，进入这个我们的海水缸的世界里面？应该说，因为小的时候我本来就蛮喜欢这种水族的东西，对，然后因为小时候就经济能力不足嘛，对，所以就是走养一些淡水鱼跟水草之类，对，但是长大出社会之后，就慢慢可能经济能力稍微比较充裕一点点，时间比较多，对，那因为现在网络就是也比较发达嘛，那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，我可能会自己上网去查阅爬文之类的，对啊，那就算是有点圆小时候的梦这样。这次萌宠玩乐通要带大家来拜访 Duncan， 跳海资历多年的玩家。大家有没有很好奇，在海水玩家世界里，多数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呢？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来讲，是不是男生比较多啊？我目前的经验是，我觉得男女的比例悬殊蛮大的。通常我鱼友都是男孩子比较多一点，女生也有啊，可是真的是比较少。对啊。奇怪，这么可爱的小鱼，应该女生也会很喜欢啊，为什么会是男生比较多呢？这个兴趣毕竟是它比较属于是比较封闭式的嘛，因为它是养在家里面，比较没有办法说拿去外面去给大家看或分享什么的。对，那我觉得男生普遍比女生窄一点点，我自己个人认为啦。对，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子，就是个性不同，所以普遍还是男生养比较多一点。跳海的多数都是男生，海水世界的玩家存在着男女不平衡的现象。要不是问了 Duncan 这个问题，要不然我还不知道为何会这样呢。那 Duncan 喜欢海水缸的种类也很特殊，我本来以为他是被鱼吸引来的，没想到是……你们养珊瑚，有人是真的只养珊瑚，什么鱼都不养的？像我就是算养软珊瑚为主，那鱼的话就是搭配的饲养，一两只。有没有人是真的都不养？也是有，通常就是比较没有接触的人会觉得说珊瑚不会动，对，因为其实珊瑚它是属于动物的一种，因为珊瑚品种很多。对，那其实珊瑚它是第一个它是会动的，那第二个是因为它每一个品种它的颜色什么显现都会不一样。对，那它会因为就是你人工饲养的环境不同，像我举个例哈，譬如说可能同一个品种的珊瑚一样都是红色的，那放在你的缸子跟我的缸子，那可能过了3-4个月之后，养出来的颜色是不会一样的。原来是这样哦，所以呢，你可能跟人家养一样的品种的时候，我养出来，我可能变得很漂亮的颜色，然后你的颜色可能就会跟我不一样。那很奇怪，为什么明明是一样的品种，怎么会有不同的花色啊？因为珊瑚它的生活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因为我们肉眼看到它可能会有荧光红、荧光绿，那是因为它就是有荧光蛋白。那可以看就是因为养淡水的话，大家可能都用白色的灯，那大家可以发现养海水大家会用蓝灯，对，因为蓝灯可以刺激它的荧光蛋白的激发。对，那可能我的缸子跟你的缸子，可能我们用的灯不一样，那可能我们喂食的频率或微量元素都不同。对，那这些珊瑚虫它的荧光蛋白会根据环境改变。这软体珊瑚的学问真的也不容小觑，看起来巨大而又柔软有弹性，被称为是如花动物，跟着水流不断的轻柔晃动。和硬骨珊瑚不同的是，这群珊瑚虫很少分泌大量的碳酸钙形成骨骼。那么玩家们爱的部分居然包括这个。那我们玩家之间，譬如说，如果我们今天取得了一个单胞的原石，因为它这种珊瑚，它打开之前，它是像一颗长得像一个石头，对，它就像一颗路边的石头，对，那就是在有光源、有水源的地方，它那个触手会伸出来，对。那我之前我有就是蛮喜欢繁殖这种种类的珊瑚。那种类繁殖的珊瑚就会变成说，你要把它原始做切割，它可能原本是一个棒球这么大，
那可能我会想办法把它切成，譬如说4等份，它会变4小块。对，那你养了2、3个月之后，这4块又慢慢就会长大了。对，它又慢慢在做成长。那成长之后，可能我可以拿去跟人家交换一些我自己喜欢的，对，那或者是做个以防万一。为什么叫以防万一？因为你切4个，它有可能会有1、2个死掉了，对，那至少我还有2个还活着，还可以活着，对，就是算是有点做保种的动作这样子。对啊，原来如此啊！没想到呢，养珊瑚它的一些秘诀还蛮多的哦。这一集的萌宠攻略，咻一下子就要说再见了。可是还有好多有趣的海底世界没有跟大家分享到啊，这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真的好可惜哦。那我想只好让大家亲自来探索，才可以知道这跳海的滋味在哪里。那我继续挖根究底下去，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要把海洋搬到家里来，这当中存在这么多必须深入研究的事情。好的，那我们下一集的萌宠攻略再见喽。